这个亲回家呢，也可以到我们的舞台前面提前预约啊。好了，醒狮一跃而上，来到了半山腰啊，遇到了第一个难关竹梯阵啊。 神師啊，點樣闖過呢個東西場咧？咁啊，亦都係行得非常之順利啊！第一個難關果然冇問題啊！好啦，咁啊呢頭神師咧亦都係繼續前進嘅，咁啊接落嚟咧係一條鐵絲橋啦。 咁啊，神師咧要行過呢條鐵絲橋咧，亦都非常之考驗佢哋嘅功底啦。咁啊，睇下佢哋嘅馬步啊，夠唔夠紮實啊！因为呢，发现前面的吊桥呢已经断开了，狮子呢看着对面的山峰呢，非常的遥远啊，正在想办法，用什么方法可以过去对面呢？ 過咗3個難關㗎，咁啊接落嚟咧，亦都係嚟到咗我哋嘅連綿嘅莊陣啊！咁啊呢個連綿嘅莊陣咧，其實咧代表住一座又一座嘅山峰啦。好啦，咁啊等陣間神師咧亦都會翻山越嶺。 好
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財源廣進。咁我哋嘅神師咧，經過一輪嘅翻山越嶺之後咧，嚟到咗山上啦。咁周圍觀察，咁最後咧可唔可以成功登頂咧？西樵山咧，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人性嘅地方啦。咁啊，祝你哋身體健康，合家